第15屆全國運動會將於2025年11月9日至21日在廣東、香港、澳門舉行。廣州市承辦開幕式，深圳市承辦閉幕式的活動。喺國家體育總局同埋國家有關部委指導之下，第15屆全國運動會組委會舊年4月11號喺廣州成立，標誌住全運會進入粵港澳時間，籌辦工作全面推進。因為成個籌備過程可以咁講係由2019年開始，由最初頭醖釀去傾談個可行性啊各方面嘅過程。咁喺成個過程裏邊，除咗籌備之外，我哋亦都係考慮到，因為喺澳門有份承辦啦，咁我哋都會考慮到，我哋除咗辦好嗰個賽事之外，澳門嘅運動員可唔可以喺澳門賽區舉辦嘅項目裏邊啦，可以有一個更好嘅表現。呢個亦都係我哋整個籌備過程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咯。